廣告翻嚟，將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嘅消息，係香港攞到6面金牌嘅過程，唔好走開啊！剛才短短幾分鐘嘅廣告時間，單車選手洪金寶已經為香港攞多咗一個6面嘅金牌，以下就由我重溫呢個6面嘅過程。今次亞運選手村嘅廁所設計非常之特別嘅，係有2個環一齊沖先至沖到嘅，所以場邊觀眾非常緊張。如果呢位選手沖唔到嘅話呢，就整個奧運村呢就將會非常之臭噶啦。嗱，觀眾鼓掌為呢位運動員吶喊啦。左邊嘅環呢係屬於東翼150嘅廁所，而右邊嘅環係屬於選手村嘅。而家睇到呢位選手留意下，盡全力。冇錯，為咗呢個廁所盡力。冇錯，成功。大家唔好以為呢段片係較咗快㗎，其實係已經係較咗慢鏡。其實我哋喺度轉播緊一啲微生物嘅生長嘅過程，嘅生長速度係非常之咁快嘅。大家又見到有少少黑頭同埋有啲白頭。所謂黑頭人送白頭人就係咁解啦。跟住就係一個高低槓嘅項目，呢位湖北省嘅女仔，佢為咗事業成功，佢就高攀咗首先呢個高槓。冇錯，佢同高槓玩得非常之熟絡，但係佢心底裏其實都係掛住一路一齊長大嘅低槓。冇錯，但係低槓就唔俾佢，佢終於就翻返去揾高槓。個高槓終於揈甩咗佢，佢就企咗喺度啦。